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“手巧屈入无屈出”。伊的意思是，人的手巧一定是弯倒入来，无人会弯倒出去。就好亲像有啥代志，应该是替家己的人想，讲家己的人的话，帮助家己的人。古早的社会，若是拄到别的庄头，或者是其他外来的势力，要来清门大户欺负庄里的人，规庄的人拢会跳出来，甲斗相竞。毋管安怎样，家己的人都袂使伫外人的面头前拍起角着。所以这句俗谚主要是要表达对甲毋对，先按一边，以维护家己人的利益为主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